哎，小伙子，你请教嘞。你请教嘞。谢谢你啊，阿姨。阿姨，来，这100块钱你拿着。不要，下一次小心点。给我拿点钱。别数了，这一点钱都不够晚上我请兄弟们吃饭，再拿一点。儿啊，之前去那些省豆的花，我老了也找不到什么去了。行了，就知道啰嗦。哎，兄弟，晚上把他们几个叫上啊，老地方见。我安排。你谁呀？你整天开着好车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，你知不知道你那年迈的老母亲每天吃着冷馒头，喝着白开水，还在路边卖蔬菜，你于心何忍啊？你谁呀你？我认识你吗？神经病！你给我下来，我带你去看看你那年迈的老母亲。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见的是你，我第一次哭泣为我擦干的是你，我第一次跌倒时搀扶的是你。兄弟，父母把我们养大不容易，我们要懂得孝顺父母。是你，我第一次离开家送我的是你。今天晚上不出去吃饭了，我们一起把这个菜卖完，然后我们一起回家吃饭。我第一次绝望时呼唤的是你，我第一把这些菜都给我包起来吧。夸奖的是你，忙忙碌碌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公司就在前面，以后你们的菜直接送到我公司食堂就可以了。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一杯酒，想给老娘梳一梳头，可惜儿在外不能陪左右，爹娘的爱情还也还不够。